大家好啊！你們最喜歡嘅 AA 字，今日我會同觀眾打3盤兩勝嘅規則，你哋睇住啊！觀眾用我都唔錯啊！雖然我打中咗落去，不過最後我接咗成拳 C set 都已經好好嘅練咗個 combo，但係我全盲式打上去，因為螺絲打中我就死咗啦，唉，真係差勁！而家第二鋪嚟緊啊，望下，一開始仲諗住用螺絲打我添。雖然我諗住用船矛 set 掉中佢，不過冇掉中，我一個成拳師打落去喺度死咗。而家同第三局，請大家細心觀賞。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，請大家訂閱和按讚，拜拜。